我是一个来自印尼马港的囡仔，为着理想来到台湾打拼。不惊艰苦甲无情的命运来折磨。唱着阮感动人的歌声，阿爸你敢要在听？听着阮用心唱的歌声，不管落雨天，也是风台天，阮是走江湖的艺人。安尼你敢也会知影？阮伫咧外头真正打拼，不敢来耽误当时的酒桌，袂予你真正头前烟开。若听着歌声，阮的心情会开阔，看过了一山又一岭。会唱阮甜蜜的歌声，若有听到歌声，阮的心情会沉重，摇动不情愿的脚床花，全望你热情的人客兄。来出阮流烈的本领，会唱阮爱阮的歌声。若听到歌声，阮的心情就开阔，唔通当作阮风度轻浮，全万你热情的人客兄，歌声正迷。心情是暗淡，你你呀呀在做梦，转来去我温暖的故乡。阿心。老师好，你头前唱，我是一个来自印尼马港的囡仔，哇，这个歌词我足介意的。而且你的主题呢，展现了真好，就是讲你虽然袂晓跳舞，你足认真要配合这个主题的，这个认真让我很感动，我会足感动的。我明明都袂晓，但是为着主题，我要甲拼，就是要甲伊拼。迄个拼，迄个感动点，我觉得我很感动。但是今天的音准真的是有小小的一点点的问题哦，爱设计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老师。然后阿森，老师好。对阿森，我想请问一个问题：你的舞蹈是谁教你的？自己想出来的。自己想出来的是？对，你自己想的哦，那不容易哎。对，然后那个间奏，我以为跳完4小节就可以了，竟然还有4小节这样。对，然后跳一样的东西。你不忍看吗，老师？啊，没有。然后你的手势跟你的麦克风是不是有点尴尬？对，对你应该麦克风放在另外一手才对，对不对？对，对，你是忘记了吗？还是忘记了？哦，忘了换手，又差点下歌来不及。对啊，对啊，2次，对，那第2次也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但我觉得那个勇气可嘉啦，我觉得不错。但是一样，就是你要展现你的魅力，是应该是说让我们更被你吸进去，而不是
替你觉得担心，对不对？你也第一次的麦克风这样子的时候，我就开始担心你会不会再来一次啊？果然又再来一次，对，所以大家不要误解了魅力的意思。魅力不是说我要加很多东西叫魅力，而是你怎么让人家专注在你的表演，被你吸进去。